脱检。干嘛？你打。生活当下。晚上21:56那本局就在救护指挥中心接获民众报案在凤山区有异味情妇那我们就派遣了凤翔11由分队长代班总共5个同仁前往出勤那我们到达这路过这个凤顶路跟过米路口的时候呢，那么跟一部拖车发生擦撞造成我们的111车就是水箱车造成翻覆。那么5个同仁分别受到轻重伤那么其中比较严重的是我们的一个小队长洪永昌目前为止是我卡的一个现象那其他的我们有5个同仁分别送往802还有3个送往802，1个送往长庚那么还有1个送往小港。